民众党主席郭文摕政治献金案件被人检举讲申报不实，昨冒开记者会要澄清，差不多有2000万的左右金额呢，漏报也是报了唔对去，并且指控讲这是会计师段木正家己去调节这个查验，引起大家讨论。针对这点，郭文摕的老母何水英嘛有详细的回应。 我吼是讲我的囝无代志啦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吼伊细汉到大汉，我是因老母，我唔知影伊什么性质。哦。阮老他们的代志，阮绝对无的啦，我敢讲啦。啊，黑白甲阮妈的人吼，会互味讲卡啦，会互心眼甲发啦。 听得出来，郭文摕老母拢挺因后生，讲伊袂贪污，伊本身嘛无去过竞选这个办公室。啊，伊最近为了这个郭文摕代志呢，人呢袂清心。不过伊同款强调讲，因后生伫学校的品行第一，绝对是唔敢贪污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